我哋呢個運動啦，已經咧讓好多唔同嘅企業啦，温暖人心。咁所以咧，除咗温暖人心之外，我相信打工仔啦，如果你喺一間咁有温度嘅公司工作咧，你都好開心。咁所以呢個獎項由冇人知變成大家所講嘅有温度、有意義，仲係一個好嚴謹嘅獎項。攞獎真係一啲都唔易啊！講真，如果大家能夠攞到呢個獎，應該係實至名歸嘅。咁所以我嘅堅持立到今日嘅歷史性時刻，我相信唔係屬於我一個人，係屬於在座嘅每一位，同埋喺呢條路同我一齊行嘅每一位，俾掌聲自己嚇。因為你哋大家呢冇放開過我隻手，亦都冇令我放棄呢個信念，同大家一齊行。所以今日嘅里程碑呢，唔止係終點，我相信呢，亦都係我哋嘅一個新嘅起點。用5年嘅時間去見證快樂嘅力量。今日我想呢，同大家約定下一個5年，因為我相信期望嚟緊嘅首席快樂觀運動呢，唔止係少數人嘅口號，而且呢，我哋都相信呢一個嘅文化，呢一個嘅堅持，能夠走入去大大小小嘅企業，成為職場裏邊一個好重要嘅文化策略、人才嘅戰略部署。希望再過5年，我哋能夠再聚首一齊嘅時候呢，唔係大家再問我乜嘢叫首席快樂觀，而係我哋嘅公司已經有首席快樂觀呢個運動，而且我哋嘅員工越嚟越開心。